過兩日中秋都係老規矩，一人一盒榮華月餅，一人一盒。今年就唔同嘅，今年係發嗰個叫做金九5日，我唔知大家中唔中意。舊年好多粉絲都叫我發金九，今年我就試一下。我試過啦，味道還算可以，不過我唔中意食月餅啊。咁啊，仲有兩個碌柚，另外呢，私人再發500蚊。好。因為今年真係賺到乜錢，老實咁講，即係都賺到，但係比起舊年就真係差咗好多嘅。但係咧，今年有一個人賺到錢啦，就係我哋個韓經理啦。韓經理就我發咗500啦，經理就表示下。咁啊，一人發200咯。200。可以。添多100啦，300啦，好嘛？有冇意見？咁又唔差嗰100啦，300啦。大家俾啲掌聲經理啦，齊頭冇加1000佢。大家個個好過中秋節。好。咁樣咧，其他禮物我就冇買嘅，就我私人每人發700，經理就發300，齊頭湊夠1000。好。Nice。